玄空飛星風水派別嘅由來。玄空飛星風水作為中國風水體系入面好重要同影響好深遠嘅一個分支，佢嘅思想核心係以時間圓同空間空嘅變化嚟推算吉凶禍福。呢個系統真正成形雖然喺清代，但佢嘅理論根源可以追溯到更遠嘅時代，同河圖、洛書、先後天八卦以及易經陰陽五行學說等好密切相關。先秦時期，河圖、洛書同先後天八卦相繼出現，為風水理論嘅發展打下基礎。而三元九運嘅概念就形成喺元代。呢個時候，呢個理論慢慢變得系統化。三元九運將時間分為上元、中元、下元三元，每元長60年，三元一共180年，構成一個完整嘅循環。再細分落去，每元又包含三運，每運20年。與此同時，九星嘅概念都趨向成熟，即係從100到9子嘅9火星，喺每一運入面都有一顆主星飛布喺九宮入面，對吉凶產生影響。到咗清代，玄空飛星正式創立，蔣大鴻可以話係玄空飛星體系嘅創立者。佢提出星隨運轉、旺衰分明嘅理論，呢個理論成為玄空飛星風水嘅重要基石。蔣大鴻嘅著作《地理辨證》對玄空飛星理論做咗系統闡述，但因為佢覺得天機唔可以洩露，書入面嘅內容寫得比較隱晦，俾後人嘅理解同學習帶嚟一定困難。儘管如此，蔣大鴻收咗好多徒弟，佢嘅徒弟比如姜堯、張仲興、駱士鵬、呂尚烈等，之後各自開立門戶，成為玄空風水學派嘅重要傳承者。蔣大鴻之後，對玄空飛星風水傳播貢獻好大嘅人物就索沈竹瀛。沈竹瀛原名沈兆勳，字竹瀛，係清代浙江錢塘人。佢用晒一生精力去鑽研玄空風水學，仲毫唔吝嗇咁將知識傳授俾後人，對近代玄空風水學研究者產生咗深遠影響。佢嘅後人同門人將佢生前留下嘅手稿集合編輯成《沈氏玄空學》，呢本書成為當代基本上所有玄空大師自學嘅源頭。自從佢面世之後，玄空風水慢慢被更多人識得，仲傳播到港台甚至海外地區。喺玄空飛星風水嘅發展過程入面，仲出現咗好多流派，比如話張仲山代表嘅無常派，仲有廣東派、滇南派、中州派、商楚派等。呢啲流派喺對玄空飛星理論嘅理解同應用上面各有體會同發揮。近代譚仰吾先生提倡二元八運嘅學說，被叫做譚氏玄空。黃庭之先生創立咗中州派，仲有駱氏玄空等等。玄空學派嘅小流派總數有100幾個，主要分別在於飛星順逆同排龍方法嘅唔同。玄空飛星風水以洛書9星，即1白水星、2黑土星、3碧木星、4綠木星、5黃土星、6白金星、7赤金星、8白土星、9紫火星為根本，對外以自然環境嘅山水實物作為依據，同時結合三元運氣學說，通過排龍納月、飛星佈盤同收山出煞等獨特嘅術數計算嚟判斷陰陽宅嘅吉凶。佢嘅理論充分反映咗天道運行同地勢相應嘅自然法則。喺實際應用入面，玄空飛星風水用三元地運起嚟嘅方法，即根據房屋建造時間所處嘅運，比如當下嘅八運，再結合房屋嘅坐向，通過起星公式排出每個方位嘅山星同向星。山星、向星、運星構成咗飛星盤嘅三大關鍵要素，分別代表人丁、財運
大環境，淨有將佢哋組合起身，先至可以全面解讀一個集運嘅全貌。總括嚟講，玄空飛星風水派別經過咗漫長嘅發展過程，融合咗好多前人嘅智慧同實踐經驗，形成一套邏輯嚴謹、內容豐富嘅風水理論體系，喺風水靈活有重要地位，仲對後世風水研究同應用產生咗深遠影響。